安静心来做今早起的敬拜，请苏琴奏乐。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招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这时，咱要来吟诗学乐咱的上帝，圣诗27首，我的主，我的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咱犹原徛伫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求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刷节，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要三甲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28篇，也就伫诗篇118篇。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圣。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伫即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去除师傅去杀的招。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上主啊，阮求你，求你互阮天福。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上主是上帝，伊有咱更名。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传扬你的名来。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圣。咱三甲来祈祷，至圣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过去的一年当中，你的固守甲引带阮，互阮拄着欢喜的事，也拄着忧伤痛悔的事。也捌拄着阮无学得了解的事，但阮相信这一切拢有上帝你水阁奥妙的业力。求主你的圣神引带阮伫新的一年当中，阮牵条主你的教示，互阮来跑走主你的路，互阮伫去年经过南门教会70周年的庆典了后，来迈进新的70年。求主你的圣神引带我，带领阮，也保守提摩斯以及所有的长职。会友，阮为着教会事工，为着上帝国的临在三甲来跑走。求主你的圣神引带阮，也固守阮头前的路瞻。阮将这一切仰望摆列伫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继续带领整个南门教会头前的路瞻。愿求主你圣神甲阮三甲伫地，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Oh
即时赞美要请圣乐队，因所要吟的诗，就来到主的圣殿。即时咱要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章14节到15节。马可福音第1章14节到15节，约翰已经关家耶稣到加利利传上帝的福音，讲日期满啦，上帝的国君啦，恁着反悔来信福音。即是将时间交予苏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福音的信息。弟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马可福音，其实会当讲是彼得福音，因为伊是上亲近耶稣的彼得传予伊的大徒弟马可所写出来关于耶稣的生平第一手的资料。今仔咱所读的圣经记载讲，行洗礼约翰受关押了，耶稣来到加利利宣扬上帝的福音。伫这2节短短圣经中间出现3字，有关基督教教义真重要的信息，
我特别用红色甲写出来吼。上帝的福音着悔改，着爱信。上帝的福音着悔改，着爱信。什么是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教会常常爱讲咱着传福音，兄弟姊妹做基督徒着爱传福音。我会记得我少年的时候，咱一个口号讲福音就是好消息。一本英文的圣经讲 Good News Bible， 就是好消息。差不多41年前，我带公馆教会的福音队伫金山金教理教会报道有一暗阮搭迄个台要伫遐报道我就想讲福音的好消息所以我家己设计一个传单写好消息有时间地点要做啥物个报道会就得摕去金包里，就是金山的迄个鸡菜市分当我咧分咧传单的时阵，我捌分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伊连看都无看，伊就甲我回一句话讲你一瓶是要卖偌济钱啦？因为好消息啦我才硬去伊想讲我是咧卖饭厝的，咧卖公务的啦对伊来讲，一世人温困欠长累多，就是欠钱要买一间新的厝对伊来讲，就是你建商若落价伊就是福音嘛。有当时教会也是传教者，咱要传的咱咧讲要传福音，对别人来讲毋是真正需要的福音。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团体是日本人所组成的来台湾人甲伊讲台湾遮侪教会你毋通阁甲遮说教会啦恁去做一项真对福音真有好处、真有利的工作，就是甲台湾所有的电话条拢喷圣经纸。兄弟姊妹，我毋知你会记得无？有一段时间，咱全台湾的电话条拢圣经纸啦，当然后来这是违法的违法迄个环保即摆拢拆掉去所以有当时咱伫山区塞车塞到迄个一顿月的时阵，你会看到啥物？电话条讲天国棍啦，这还袂要紧有一个笑话，信耶稣会当得到啥物？这里网络你就看会到人信耶稣得永生都要福大夜阑新娘有当时咱要福人的，毋是真正的福音啦我伫秀朗教会牧会的时阵开始接拜赞美团爱讲告讲告嘣嘣嘣但是教会伫大楼内底所以楼骹的迄个一个姊妹拢起来甲我抗议，伊讲牧师拜托你毋通阁弄鼓啦，因为你逐摆迄个大鼓砰砰砰。阮妈妈90几岁伊的心脏拢安尼跳一跳一跳一，要定去啦。因为教会对因来讲无福音，干那啥物音？噪音啦，噪音。咱咧教会袂歹，咱独立的，咱会当伫遮少年人伫遮讲过。有当时咱会想讲，上帝的福音到底咱要传的是甚物啦？是甚物啦？上帝的福音到底是甚物？我家己思考。做传教者遐侪当我家己咧想这毋是我的老师吴牧师还是四牧师有教我这是我家己安尼做传教者遐侪当我家己心的感受。上帝的福音是甚物？头一个，上帝的福音是真理的福音，这是耶稣所讲的伫耶稣还未来到这世界以前，以色列人是活伫宗教化的世界，因的生活、因的社会、因的政治。拢甲犹太教有关系，耶和华宗教有关系，总是人活伫宗教内底找袂到上帝，因为信仰变做教条主义。这市长、经学师、这宗教的领袖，严重扭曲人对上帝敬拜的方式，甲信仰的精神。伫迄个时代，所以有人传话安尼讲伫400当的中间，无上帝的福音啦。400当是记什么？就是咱的旧约圣经上尾本马拉基，甲信仰的头一本马太福音。其实这中间有400当的历史是断去的。所以人讲传说讲，伫这400当中间，伫犹太人中间，无有先知，无有启示，无有上帝的声会出现。所以人就是活伫绝望、受压迫的黑暗中。虽然活伫宗教有信仰，总是找袂到上帝。
所以当耶稣来时，是对上帝带来真理、上帝的福音。通过耶稣基督，人才有可能亲近上帝。所以约翰福音甲咱讲，道成肉体，点伫咱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咱也见过伊的荣光，就是爸独生囝的荣光。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活伫台湾这个世界，伫教会生活，咱无真正找到上帝的福音。特别伫台湾这个社会，人清清菜菜拢会当找到伊需要的生命。特别伫华人的世界吼，伊感觉若有光一日光的，迄就是神啦吼，所以就爱甲拜，不管伊是甚物神。所以咱讲天顶有天光，土骹有甚物光？土地公啊，树仔有树公，石头有石头公，灶有灶分公啊。恁可能捌听过，我细汉阮兜拜拜，迄个灶骹的灶爱拜拜哦，咱甲拜，迄叫灶分公台湾即摆拜蒋公，咱有蒋公庙，恁可能唔知影吼，有蒋公庙真的是改当做神啦。我开玩笑讲，咱厝的碗公啊，厝遐佫有一个真歹伺候的，迄叫啥物？老公啊，因为公诶，就是爱甲当作神，甲踩起来拜啊吼。咱台湾叫做神上济、庙寺上济、宗教的派别上乱的所在，甚至佛道不分呐。伊贯道讲五教同源，伊嘛咧拜耶稣，伊嘛咧读圣经，但是乱解说一通。总是兄弟姊妹，咱来感谢上帝，耶稣真清楚讲，伊来是要传上帝的福音，第一手的福音。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甲道路，无照着我，人无法度亲近爸。所以耶稣所要传的是真正对上帝来真理的福音，也是兄弟姊妹，咱今日所要深信，咱所倚靠的福音。第二项，上帝的福音是充满毋茫的福音，因为咱知影，当耶稣迄个时代，社会充满不公义的制度，外口有罗马政权的统治、欺压，有战争、饥荒。宗教制度的坠落，种种痛苦，互人失去毋茫。所以当时的人毋若期待讲，这个政权，罗马政权爱推翻、爱改变。伫信仰上，因期待因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赶紧临到。所以今日咱读的圣经，耶稣讲日期满了，上帝的国君啊！所以上帝的福音就是要互接近你的人带来一种毋茫的福音，带来毋茫的福音。伫基督教信仰的神学上，有一个叫讨棒神学、解放神学吼。这个神学的出现是17、18世纪天主教传到中南美洲的时阵，伊嘛伫遐传福音。总是真侪这的神父、真侪宣教者、传教者后来发现讲，你要传福音互一个人的时，当这个人想要夭死的时阵。你毋是甲讲你著信耶稣哦，你若死吼，你就会当上天堂啦。因为对伊来讲，迄毋是真正的福音。后来才会传教者知影讲，要互人得到真正的毋茫甲福音，是要改变整个社会的制度，改变政治的这个制度，改变经济的制度，互人拢食会饱啦，互人拢食会饱，改变，互伊成做一个有社会毋茫的机会，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所传的福音，若要互人的处境得到改变，要互一个人的性命得到影响，也是讲无互伊一个机会，将来幸福的毋茫，迄个就毋是真正的福音。福音是互人充满毋茫的福音。第三，福音是赐平安的福音。平安当然是对上帝所赏赐。但是上帝所赐的平安，有当时是咱的内心经历一个的试炼、苦痛、目屎、艰难，咱才都经历讲迄个真正的平安。平安毋是咱来礼拜日拄着牧师来到教会看到兄弟姊妹，咱就讲平安咯，平安咯。平安嘛毋是一种小确幸啦，就讲小可一寡好康的互咱。亲像咱一个人讲来要教会。礼拜找无停车位，就甲上帝祈祷上帝你互我有一个停车位，结果头前拄好有人驶走我就停入去感谢上帝
伊就感觉迄就是一种福气啊，吼，真正福气啊。耶稣讲天堂就伫恁的心内。我去读新人院上大的修行是，我较知影讲，你讲的信仰的天堂有3种，第一是天顶的天堂，第二是心内的天堂，第三是地上的天堂。天顶的天堂，咱拢毋捌去过，咱毋知影，迄是种的毋茫。圣经有甲咱启示，耶稣嘛有甲咱应允吼。天顶的天堂，心内的天堂，耶稣讲天堂伫恁的心内，就是讲这个天堂会当早咧走，它是可期待性的，会当早咧走，毋是咱换一个所在，换一个处境，咱甲厝搬去纽西兰，搬去瑞士，搬去加拿大，咱就住伫天堂内底。人的心真正的平安，是你心内有天堂。你去到每一个所在，拢会当成做天堂，成做天堂。第3种的天堂是地上的天堂，通过人的牺牲、人的打拼、人的努力去改变，你就会互迄个所在成做天堂。咱就遮咧读主祷文讲，愿你的旨意伫地里，亲像伫对伫天里啦。伫你的家庭内底，你当互伊成做变咱地甲共款。你嘛有可能互你的家庭、互咱的教会、互你所住的所在，成做地上的天堂，成做地上的天堂。因为人是罪人，咱的内心充满一个贪心、怨妒、怨恨、骄傲的罪。当耶稣基督来到咱的活命，受受快乐甲恩典，互咱有可能对付迄罪捆绑的时阵，咱就真正会平安。咱就会当真正成做耶稣基督学生，进入上帝的国度内底。所以上帝的旨意会当得成伫地里，真正亲像伫天里。所以咱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上帝福音也是少数人得到平安的福音。第4项，上帝福音是充满应允的福音。一般的民间宗教所教导是功利式的宗教行为。功利式的宗教行为就是讲，你爱甲伊乌西啦，你爱甲伊拜拜啦，伊才会甲你保庇。你若无献祭、无献金、无拜拜，迄个神明就无介意，就无欢喜你。但是兄弟姊妹，你爱记得，咱所信的上帝本身无欠什么，伊无需要人甲献东献西，也是讲。伊无需要人甲用插头、用金仔刻身啊，互伊成做神啦。咱的上帝无需要这物件。我细汉的时阵啊，真歹摇钱，因为我妈妈有生5个查甫囡仔，啊死3个，啊，所以我细汉歹摇钱，我妈妈真烦恼啦。啊，出去隔壁，迄个时阵阮兜无信主哦，出去隔壁就甲阮妈妈讲你爱甲你的这个囡仔吼。带去哦，七娘妈做客囝。啊，七娘妈是一个神明，查某神明。这个查某神明是专门咧保庇囡仔好摇饲的。啊，阮妈妈当然就甲我带去哦，这个干妈、客妈吼，做客囝吼。啊，神明查某神明啊，去就爱甲伊拜拜，哦拜拜。啊，但是这个庙啊，甲阮妈妈讲你认做客母吼，恁囝认做客母，你爱互神明礼物。啊！你还是互伊什么？阮妈妈就去拍一条迄个金破链，互我去甲挂伫迄个七娘妈阮干妈的脖子，甲挂咧，啊，阮干妈就赏赐我一个迄个平安符，平安符是布做的。兄弟姊妹，你捌看过平安符无？一个客店家司机哦，头前拢挂一个平安符，讲安尼才袂甲人烧弄吼。啊，迄平安符是用布做的，啊用一条红带啊绑的，啊我就挂迄个长起来。所以我去拜干妈，互伊金仔，啊伊保护我，啥物人趁着？当然是趁啊！所以认较侪客囝愈好啊，迄就是功利式的拜拜。后来我真正平安大汉，但是毋是因为这个干妈，毋是这个干妈。基督徒的献身甲献金，毋是因啦，毋是讲因为我要做这啊。咱的上帝爱人来认捌你、属伫伊，伊就将所应允的福气甲恩典赏赐伫信伊名的人，亲像圣经约翰福音书第1章12节，
伊若接待伊的人，就是信伊名的人，伊就赐因权柄，做上帝的囝儿啦。咱就当做上帝的囝儿，就是讲接待伊，对心内接待伊，信伊名的人，伊就互咱权柄。兄弟姊妹，这是一种无条件的应允甲祝福，这是一种超越的疼，毋是咱奉献什么、做什么功德善事，上帝才要疼咱。耶稣咧讲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迄个浪子会回头，因为伊的老爸，毋是伊回头老爸才会赦免伊，才会接纳伊。伊的老爸是随时伫遐等待这个囡仔倒转来。咱所信的上帝随时嘛咧等咱回头。这款的应允，这款的疼，是永远未改变的疼痛，充满应允的福音。第二项。上帝的福音是永活的福音，是永生的福音。永活永生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因为人的肉体，咱的生命实在短暂佮软弱，咱人佮甲动物佮无共款，所以咱袂当去否定，伫咱每一个人心中有对创造者上帝来一种高贵的思想，佮有一种未朽坏的灵魂的存在。所以耶稣所宣传上帝的福音，也是一种带来永远活的福音。迄个甲咱讲什么？迄个甲咱讲死亡毋是生命完全的结束。如果人有永生，如果耶稣无讲白贼，人的灵魂是未死的。总有一日，咱来面对上帝。总有一天，我们要面见上帝，接受迄个永远活的事实。顶礼拜丁牧师的讲道中间有去讲到约翰福音书第6章，有一届真侪群众拢对耶稣看耶稣会阁变5个饼2尾鱼分食无，结果耶稣无变，耶稣讲一寡真奇怪的话，就是顶礼拜咱丁牧师所讲的，讲耶稣讲恁着食我的肉，啉我的血，才有永远活。这真侪军队的耶稣的这群众都散去讲这话一学。人若听有啦，伊是咧讲什么啦？所以真侪人都离开耶稣。耶稣落头问这12个学生讲：恁也要去嘛？你们也要去吗？彼得离遐回答耶稣讲什么？彼得讲：主啊，你有永活的话，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你有永活的道，我要搁军队治罪，我当然嘛是对你啦。所以兄弟姊妹，你这个世界吼，咱对什么人最重要？你甲什么人做朋友最重要，最重要哦。所以你的边仔是什么人最重要？咱一般啦，做伙拍球的，咱叫做什么？球友，球友；做伙啉酒的，做伙拍牌的，做伙破病的，病哦，咱的爱笑哦。爱笑，真正我捌拄着一个姊妹来信主了，我甲伊洗礼，了后伊着落癌，伊着足严重，4月住院，逐摆若去住院吼，伊隔壁床的就信主啊，因为伊真有活命力吼，死命力吼，所以有几下载伊去安宁病房，佮死无去，佮倒转来，隔壁有一个信主啊，一个信主啊，我讲的叫病友，做伙来做礼拜，信基督教的。教友哪一个教？叫计程车的教，叫计程车的教。我会记阮牧师娘较早我咧牧会时，拜六伊就是伊真重要一个工作就是敲电话，看名单吼。顶礼拜无来礼拜，开始敲电话，一个一个敲。妈咪姐啊，来做礼拜哦，明仔礼拜日，我讲哈礼拜日啊，好啊，伊就礼拜日来，有教才会来，这个叫做教友。咱会甲足侪人足好诶啦，做伙朋友啦，吼。这朋友兼彩会当提供财富互咱有权利，互咱有享受，互咱会当吃喝玩乐，会当快乐。总是咱毋通袂记独独耶稣会享受永远的活命，唯独耶稣可以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那呢，什么是永生的活命？永活的福音是什么？我个人的感受，头一个永远活，就是讲，咱甲上帝永远无搁分开啦。
生甲死拢伫上帝的手。人啊，信靠耶稣基督了后，就是甲上帝和好。这个时阵，这个所在，你就踮伫上帝国内底。所以我前来讲 now and here， 上帝讲毋是将来迄个future的代志，是这个时阵，咱就踮伫上帝国内底。无论咱的生，无论咱死，上帝永远甲咱三角地带，永远无个分开。第二项，永远我就是讲，咱的罪得到赦免。咱的罪若无得到赦免，咱犹原活伫罪的中间啊。使徒保罗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7节安尼讲，伊讲，因为基督的死，咱得到自由，咱的罪得到赦免，这是出自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这咧讲啥？你讲咱确信伫2000几年前伫各国他12地的救恩，上帝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的流血牺牲来完成对咱甲所有的人的救赎的工作。这个工作已经结束啊，已经结束。因为耶稣未阁定第二届12届，所以你爱相信讲，你的罪已经得到讨白，一定得到赦免。第三，永远我就是咱的性命已经受改变。做一个基督徒，永远我就是讲，你是正做一个无共款的人。当时军队的耶稣学生为怎样要继续军队耶稣啊？一人拢离开去啊，感觉也无食，也无粒。也无啥物好康的啊！谁来要继续军队耶稣？因为因真正明白、了解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因为因真正知影耶稣要予因的是什么，所以因的性命被耶稣所感动、所改变。所以一个无受改变的活命，无可能承受上帝的国度。虽然你坐伫这个礼拜堂，虽然你逐礼拜来做礼拜，但是你性命若无改变，你就无法度承受上帝的国度。第四项，永远我是讲咱有安全的保障，安全的保障。这个安全的保障，毋是讲咱去买保险，去买500万、1000万、2000万的保险。这种的保障是因为信耶稣、军队耶稣，咱有真正的平安。这种信仰是完全的信靠甲顺服，因为无有人会当对白的手内底来抢夺咱这个正做基督徒，咱正做耶稣基督学生，咱性命所有的平安啊！因为这款的宝贝对咱顶头生入目睭了后，任何环境、任何苦难，咱就无过生活的惊吓甲失望中间。这个才是上大的保证，上大的保证。第二项，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这三个真重要，基督教信息。第二项咧讲悔改，爱悔改。这个悔改是讲改变心意哦，毋若悔爱改，毋若知影毋对，你阁会当改，你都会当改。顶礼拜三叫做撒花日哦，真侪教会拢咧做一项代志，就是甲迄个樟树枝吼烧烧的啊。淋迄个油，橄榄油啊！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一个牧师就甲迄个额头抹乌安尼吼。咱咧教会可能毋捌做即个代志，都天主教较济啊。啊，其实真侪教会咧做即个代志，是咧互兄弟姊妹知影讲，你爱知啦，你是一个罪人啦，你爱悔改啦，你是一个有欠过、无完全的人，你需要上帝的救恩啦，需要你上帝的救恩。伫罗马书第7章，使徒保罗伫遐咧讲什么？你讲伫咱的生命中间，拢有一个歹，这个歹感觉扭来扭去，互咱伫圣神的引带，甲这个歹中间、好歹中间，伫遐扭来扭去，佮华语讲做拉扯啦。所以有当时毋是咱爱做，是迄个歹，互咱去做，互咱去做。所以保罗结论伫遐讲一个真重要，伊讲世间人拢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亏欠上帝的荣耀，这是使徒保罗咧解说讲迄个埃甸乐园亚当甲夏娃的对立事件了后，人甲上帝隔离，人犯罪，人类的活命是伫亚当的失败决定，所以死是人一切的命运，总是
保罗，而且真清楚，伊讲死既然是对一个人来，死人搁活嘛是对一个人过来，这个死过来，搁活一个讲耶稣基督。伫亚当内底正人拢死，共款伫基督内底正人嘛要搁活，正人嘛要搁活，这是这个保罗的这个得救论啦，得救论，咧讲人的对落，当然这是基督教咧讲原罪，原罪，罪一代传过一代，亚当夏娃传到咱的身上，传到咱的对咱的老祖宗传到咱的身上，当然这是一个人类学甲神学研究的课题，咱像你即摆你毋免了真济读较去想啦，但是咱今仔知讲遗传基因，有可能咱的囡仔甲咱生做真共款，咱的脾气。咱的个性甲咱的爸爸妈妈真共款，这有遗传的基因，甚至血型啦、破病拢有通过这个染色体来遗传，所以有人咧讲这是遗传的原罪啦，其实是咧讲迄个人的无完全性，无完全性，就是讲咱种是罪人，所以有教会牧师咧讲，咱爱斩断。咱来甲士大人、甲咱的长辈因为有罪嘛，咱来甲伊斩断。其实我个人感觉讲，迄毋是斩断，是咱生命有好有歹，遐好，咱来甲伊学乐、尊重、纪念；遐歹，就是讲伫咱的心上会当得到改变、得到转化，成做一种水的见证来祝福别人。无完全的活命，才会当祝福别人。这是一个真水的代志。咱毋通相信讲迄个原罪一直留伫咱的心上，这是奥古斯丁咧讲迄个原罪论，照保罗这个圣经查所来。伫教义上有一个笑话，我讲兄弟姐妹听，你讲人啊，什么人？你的士大人啊，遮歹你会愈歹。这个谣传咧讲芝加哥有一个大盗，即个做贼啊，歹人，罪查甫的。伊去熟识就是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嘛是做贼啊，这个偷的，两个互相欣赏，所以因就结婚做翁仔某，叫雌雄大盗。所以两个人结婚了生一个囡仔，但是这个囡仔生出来了后，迄手拢无开开，拢地跳的，有人就甲扁开，发现讲遐一骹手指就是讲伊生出来的时阵有够歹，就甲迄个产婆护士的手指就蒙掉去当然迄是迄自卫所咧讲的啦，讲你就是遮歹，你看因爸爸妈妈遮歹，拢是罪人，所以伊出世就做罪人，做罪人。这是当然是一个笑话，当然是一个笑话，但是较重啊，咱的信仰咧讲，独独基督伫咱咧做罪人的时替咱死，上帝听就是遮咱来显明，来显明。基督成全上帝听，互咱甲上帝和好，互咱甲上帝和好。耶稣咧讲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故事中间上大的关键伫迄个浪子知影毋对，伊醒悟起来，圣经讲伊就活倒转，开始悔改活倒转。伊毋若知影毋对，伊佫会回头去改。伊本来想讲，我若离开这个家庭，我若离开我的老爸，这个世界去，这个世界就有快乐，就有幸福。我的望拢伫遮嘛，所以后来伊失败了，伊活倒转，伊去甲猪仔抢食，伊才想到爸爸迄个所在有真济好，伊真正才伫遐悔改，伫遐思考，伊知影讲爱离开这个对了犯罪的世界，毋若安尼离开，倒转了，伊就爱倒转去甲主爱老爸的怀抱内底。所以兄弟姊妹，一个真正基督徒嘛是安尼，咱是互上帝听所包围、所感化、所护掉，而且愿意回归转来上帝怀抱内底。咱一世人遵探上帝的旨意，遵探安尼来行。咱拢常常较爱去指责别人的毋对，别人的错误。咱真少反省咱家己啊！
咱拢想讲，我这世人安尼才无出头路，就是因为嫁互即款的翁，还是讲去娶到即款的太太，还是讲我都歹运去生入即个家庭，拢阮爸爸无互我读册，互我无做博士，拢是别人害我，拢是别人害我。咱家己拢无悔改的生活，甲思考，咱拢该倒转来想咱家己，咱伫上帝面头前免活做一个有悔改换命的人，无悔改基督的信仰、救赎的救恩，甲咱拢无关系，拢无关系。所以我咧讲一个无悔改、无改变的活命，袂当承受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到底是啥物？这里神学上有真侪解说啦哈。一个无悔改、无改变的活命，袂当承受上帝的国度。伫今日所读圣经，短短2节圣经，最后咧讲都爱信上帝的国度，上帝的丰富、丰丰富富遐尼大，但是对咱来讲爱信你才会当入去上帝的国度。伫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安尼讲，信是所仰望的事的实底，是未看见事的标准，未看见的事的标准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是悔改进前的动作，因为龙主伊相信讲，伊的老爸是主害，伊的老爸会接纳伊的。伊的老爸随时拢咧等待伊，所以伊会回头，伊会回头。今日即摆今日咱因为人对圣经真理的显明，咱咧读圣经灵修中间有侪的见证，别人对咱的说明，咱需要先信有上帝，而且更加重要，相信上帝听咱才会找到上帝，咱才会当找到上帝。所以伫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讲，世事无信就袂有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确着信伊有，也是报赏遐个敲锤伊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的人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今仔日咱会当找到上帝，毋是因为什么看到什么证据。毋是讲咱看到什么特别的异象，也是讲咱有特别去研究什么款的这个科学。今仔咱会接触基督徒，是因为咱对心底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业力，对安尼咱来踏入上帝的国度，来跨过行过迄个信仰的门啊！信仰的门，阮讲做河顶啊，门槛。信仰有一个门槛。那门槛你要跨过去了，你若无行过吼，你永远是挖过上帝国尔，你无进入上帝的国度。像你即摆不管今仔日你徛伫倒落，你爱跨过迄信仰的门槛、信仰的河顶，来亲近上帝，来敲锤伊。这个信仰才会当成做你一世人上好上大的宝贝。启示是基督教信仰另外一个主题。启示是咧讲啥？就讲上帝通过这人、这事、这物件，不断咧向咱启示上帝的真实啊！不断伫咱的生命中一直咧出现，一直咧甲咱见证。当咱相信这个时，咱才会当进入信仰迄个丰丰富富。上帝所赏赐，耶稣基督所应允，迄个丰丰富富信仰的世界，咱才会当去找到迄个肉体的目睭所看袂到的上帝。其他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今日咱拢因为信，真正的悔改，更加重要，咱会当找到迄个真正上帝的福音，同心来祈祷。感谢主，互阮有机会来听你家己的教示。更加重要，互阮会当真正跟对你来敲退着上帝。你今仔日要互阮的福音，是带来平安、带来毋忘、带来改变的福音。这是上大的福气，上大的救恩。感谢你，借着无共款的信息，激励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伫一生敲催
的中间，真正来拄着主，得到丰丰富富的活命。伫你面前恳求、感谢、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31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欢迎，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小文执事甲叶弘一执事来属奉。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
非常请坐，即是我来报告。今仔日非常欢喜苏牧师来到咱当中来正道也继续为着苏牧师的服侍以及当咧化疗的牧师娘来关心代祷。因为咱今仔日有上年的例会吼，所以咱地下是无准备地点。第二小会期，今仔日第2场礼拜后要召开小会，请长老伫6楼会议室参会。为着要纪念南门教会设教70周年，咱伫顶半年有甲新竹圣经学院来合办3场的纪念讲座。这3场的讲座是开放予所有兴趣的牧长以及信徒来参与。时间甲主题伫咱周报的第6版。请兄弟来家己来过目。本堂的兄弟有团体报名有另外有优惠。请咱备万心留时间来受造就。社宣组的同工会长青乐活班以及智慧手机班要伫3月份来开学吼，请咱社宣组的同工伫下礼拜2月25第2场礼拜了后留来开会。就是烘焙班2024年春季的烘焙班伫要招生吼，咱上课的时间是每日伫拜5下晡1点到4点。上个日期是3月初8、22、4月12、26以及5月初10到24，总共有6遍哦。学费是2000块。请思涵干事来报名。目前还阁有7个名额吼，请欢迎咱会当邀请福音的朋友来参与。再来，咱具体的关怀吼，咱非常恭喜咱王公良长老伊所著作的疑心新册分享签书会吼，伫今仔日下晡3点伫金石堂吼汀州店是汀州路3段184号吼来举行，欢迎大家会当前往来参与这个盛会。隔壁礼拜咱所敬听的秀元姊也就是李丽杰妈妈吼，伫2月初9安享主怀享年95岁。隔壁礼拜已经安排伫即个礼拜2吼，2月20上午10点伫利宾至善礼厅来举行，请为着遗族来代祷，伫这毋甘哀伤的时刻，愿上帝的圣神亲自安慰甲扶持。咱也要恭喜吼，民丰乡甲玉兰节的查某囝施怡如伫2月11得到一个查甫婴仔感谢上帝。团契的消息吼，圣乐队伫本礼拜吼第2场礼拜了后开始要加班练习搁偌一个赞美礼拜的歌曲请圣乐队会当留来参加，也欢迎有兴趣的兄弟会当加入这个服侍。地点是伫5楼。上年团契头先讲吼，咱2月份的上年的例会伫要举行新春祈祷会请上年团契兄弟礼拜后会当留来参加地点伫地下室。主日学的亲子讲座吼，伫下礼拜2月25中昼12点半伫4楼主日学教室要邀请陈启正弟兄来分享无法隔绝的爱吼，欢迎有兴趣的兄弟来参与所为有限吼，请黄干事来报名登记以上吼其他代祷事咱家己来过目，咱请张牧师来补充报告。先代表教会欢迎毋知有特别我爱介绍新的兄弟伫咱中间无？大概有带朋友来欢迎你，看下留落来，大家做伙交配。头先有报告吼，今仔日无地饼啦吼。我少年团结要交代无啦，少年团结要交代咱地下室都有地饼，因准备毋知有够无吼。特别感谢我新学院的同学吼，苏牧师。其实咧唱即条歌有真大的感触吼。人若拄着幽魂相逼，咱知影超旧年4月时阵，牧师娘发现有胰脏癌吼。即年的中间对苏牧师因家庭来讲是非常大的即个挑战。到即岁也搁咧奋战中间吼。所以希望咱特别为着苏牧师牧师娘伊。即个胰脏癌治疗吼，为着伊代祷。也借这个机会感谢伊通过伊即马目前是伫新竹圣经学院咧做公关的主任
因为咱教会咧庆祝设教70周年，我感觉70周年毋是甲旧年安煞，咱到今年，所以伫小会咱的即个好会嘛通过，咱教会今年拨15万去办3个工作吼。即摆你若先开即个咱的周备第6版吼，第6版遮吼，你看你感觉敢若这是要互牧师，其实毋是要互牧师尔啦吼。因为伊所讲的真侪甲咱的信仰有关系吼，咱有3届，为4月22、23、5月27、28、7月15、16，这拢是拜1甲拜2，吼，拜1下晡报道，拜1下晡开始上课，甲拜2安尼来迄落，这时间拢写伫即个所在，真欢迎兄弟姊妹拢会通来报名参加，特别新的圣经学院真体贴。如果你拜礼拜下晡吼，你就先去新竹即圣经学院整理了非常的舒适，伊的房间吼拢毋是大通铺吼，拢是2个人一房的。你若礼拜暗，你就会通先去住，这个不额外收费吼，不额外收费拜1参加即个讲座拜2中昼结束会通转来。这是咱教会提因即个。课程是苏牧师甲新的圣经学院替咱来安排吼，所以如果咱教会若有团结咧拜后一季的形式时间上你若会使，这拢是拜1甲拜2啦吼，是咱其他个人若要参加拢会使因为是咱教会，所以有特别甲苏牧师讲，如果是咱教会要报名，大概咱的费用会通过小可有优惠吼，因为这是咱教会。support 的一个70周年的3个讲座吼，所以请咱团结考虑看卖，也是个人拢会通联络办公室，联络我来参加这3个特别的讲座吼。咱也真恭喜迄个咱的王光亮长老，伊今仔日有一个新册发表会，伫咱遮尔吼，下晡3点欢迎咱大家来。参加来甲恭喜吼！以上报告。这是咱要来吟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咱来起立吟全首。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保守引带，甲恁正大家三角地带，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